買嘢嗰陣，你係咪成日俾呢啲滿減優惠搞到頭都大？究竟滿100減10蚊，同直接9折邊個聽落好似抵啲？其實好多時，我哋嘅選擇，都係俾商家巧妙嘅數字遊戲影響咗。呢個就係心理學上嘅框架效應同一嚿錢，只要表達方式唔同，就好容易令你產生唔同嘅感覺。研究發現，人哋通常對損失比較敏感，所以減價呢種直接回饋，往往會比滿減呢種需要計算嘅方式更吸引到你。下次見到呢啲優惠，記得要停一停，計一計，將所有優惠都換算成最簡單嘅折扣率或者實際慳咗幾多錢，咁你就可以睇穿商家嘅小把戲，真正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唔會再俾呢啲數字遊戲蒙騙啦。